屏东的西区市啊，也就是西市场，这重建了后，到呾开幕已经满一冬啊。也毋过目前这呾位是剩7成，这县政府即马是积极来改善排烟的问题。即马为着要互市场的人客会当搁再回来，这主题会嘛定定来举办活动，未来要转型成做是美食街甲特色市集。 早起8点，一今日西市场有个店头才开始咧准备。平常日的透早，人客也未来。去年西市场拄开幕的时阵，虽然真侪人来，但油烟处理做了无好，加上停车位甲呾营业时间的问题，民众来西市场找无伊买，一摆两摆就无愿意过来，人客愈来愈少，造成袂少呾挡袂牢，只好退出。目前有70个位，只剩50呾有人咧做。 排档的比例大约7成左右。人潮是慢慢的有回来啦，不要说把它当作是百货公司的美食街，因为虽然这边有冷气，然后有停车场、有厕所，不过因为会来市场找吃的人或是来逛的人，大概他们都是希望 CP 值要高的商品。就炒啦、炸的时候是欠缺啊，听说也要改善啊，所以以后要改善啊，所以我们在等这个机会啊。店头家拢感觉有豆豆咧改善。 这礼拜是屏东西市场改建的1周年，市场的基地会为着提升人客，举办活动庆祝。对7月11到20有唱歌比赛、消费抽奖的活动。轮到活动的店头爱一边顾店，搁爱一边主持。虽然足无闲，但是这个店头啊，拢愿意做伙拍拼，互西市场的人客数量会使提升，大家生意愈来愈好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油烟的部分。那因为其实县府已经有在进行讨论的动作，那希望就是可以加快速度，赶快把这一边整个空调这个排烟问题的部分做了详细的完善。我们就是会一直规划不同的形态的方式，然后邀请民众一起来做参与。基地会干部讲，油烟的问题，县府有咧处理，嘛会继续检讨档案的分配。西市场是屏东头座对传统市场改建为新式市场，引起袂少关注。基地会希望经由内部调整，以举办活动，互民众搁定熟悉食好食的物件甲特色，找回开幕迄当时的盛况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